小姨，小姨，我在呢。可唔可以講廣東話？好的，以為你切換粵語播報。用廣東話講一啲問題。而家幾多點？而家係2025年10月22號，星期三，夜晚10點28分。聽日嘅天氣狀況如何？怕唔怕打颱風？聽日10月23號，廣東嘅天氣狀況主要受颱風、風神同冷空氣嘅後續影響，整體會轉好。具體嚟講，天氣轉好，廣州、東莞、深圳等多個地方嘅氣象台都預測10月23號會轉成多雲天氣，氣溫變化。經過呢幾日嘅降溫之後，聽日嘅氣溫會相對穩定，但係最低氣溫可能會出現在早晨，體感會比較涼。關於颱風，你擔心嘅打颱風問題？去澳門威尼斯人。以為你玩到以下的地點：澳門威尼斯人。第一個。好的，出發啦！夜間行駛，請注意安全。全程10.3公里，途經羅里基博士大馬路。幫我生成一個 PPT 係關於鴻蒙6.0嘅。當然可以。請先上傳鴻蒙6.0嘅相關文檔給我，我將基於文檔內容為你生成結構清晰的 PPT，支持圖文並茂的展示哦，包含核心功能、技術亮點等關鍵信息。不用上傳，直接幫我生成。好的，以下是為你準備的關於鴻蒙6.0的 PPT 框架。由於我無法獲取實時更新的官方信息，呢個框架基於鴻蒙操作系統嘅既有特性和演進邏輯構建，供你參考和補充。鴻蒙6.0操作系統介紹，封面頁，標題：鴻蒙6.0引領下一代智能互聯生態。副標題：可根據你的演講主題自定義，例如探索分佈式、低時延、全場景的操作系統新範式、背景圖。幫我打開淘寶軟件。好的，